谢记者带互咱上新的消息。另外，同款社会事要来关心的是，讲这贼仔真正真大胆，头面体刷头到前法官事务所，一个姓林的贼仔伫路下捡到一个遥控器，伊一次发现讲，会当拍开边这面体铁门哦，就走入内底呢，这超价如苍苍，而拄好去互厝主挡着。 查落来报警，不过这个贼仔一看到厝主，伊就马上对伊讲：“我有捌你哦。”原来伊偷摕是一间律师事务所，而厝主呢就是法官退休选出来律师。我经过，但是我刚刚拿东西，我不进来开玩笑。做贼仔互人抓到姓林的嫌犯，紧张甲含话嘛讲袂清楚。那你总共进来2次？没有1次，我发誓我这1次。 不管几届犯法是事实，迄当阵姓林的贼仔走去门口，摕放伫机车头前的铁门的遥控器，入去厝内四个敲，想袂到电火熊熊倒起来，原来是厝主为2楼落来，当场甲砸落来，想袂到嫌犯看到伊头一句话就讲我捌你。他一开始就讲说，我认识你，遥控器我是地上捡到的。你不知道他身上有带任何的刀械吗？那时候都没想到，对。 这个调查他的厝主是家人地方法院的法官，退休了后改做律师，贼仔走入去的就是伊的事务所，尾也当场互人抓起来。家里的钥匙的话，就是尽量不要放在就是外头机车的置物柜里面，让宵小能够成为犯罪的工具。经过调查，52岁姓林的贼仔犯案的手法大部分拢是先去敲人的机车，然后找到车主的锁匙，就走入去别人的厝内偷摕物件。即届入去经法官的律师事务所犯案，当场互人抓到，嘛敢若会当乖乖啊，互带转去警察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